大家好，歡迎收睇3月19號嘅黃昏天氣節目，我係嚴嘉怡。今日受到乾燥嘅東北季候風影響啦，喺下晝嘅時間，各區嘅相對濕度咧都喺40%以下㗎。提提大家啦，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，大家要小心防火啊！由大範圍嘅衛星雲圖見到啦，廣東沿岸一帶咧都冇乜雲啦。咁所以今日香港咧天氣都好好啊！今日各區嘅最高氣温啦，普遍係22到24度左右嘅。至於今晚同聽日嘅天氣預測係天晴，聽日朝早啦係清涼㗎。聽日市區嘅最低氣温啦係16度，而新界地區咧就會再低幾度㗎。聽日日間乾燥，最高氣温約莫係24度左右。風方面吹和緩嘅東至東北風。隨後嘅天氣啦，我哋預料乾燥嘅東北季候風咧會繼續影響住華南地區，所以咧天氣都會持續晴朗㗎。隨住季候風逐漸緩和啦，我哋預料週末期間啦，廣東地區咧嘅氣温就會進一步回升返啦。至於香港嘅天氣展望啦，我哋預料星期五係天晴乾燥，早上清涼；而週末期間啦，天氣持續晴朗，氣温就會進一步回升，去到下週初至到下週嘅中期啦，日間係炎熱㗎。今日就講到呢度，再見。